有年癌朋友协会表示，讲有朋友反映一寡年癌药物的不健保哦，虽然有给付，也毋过上济干了24个月，佮要继续治疗，就需要自费，一个月至少拢爱10外万。卫生福利部嘛表示讲会来讨论讲，看敢要来放零。 每一种药它都有不同的副作用，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经济负担，因为有时候东西看得到，但是我们用不到，因为它真的太贵了。朋友潘小姐在半年前检查出年癌第4期，为着要治疗癌症，一个月自费的医药费嘛要开10几万。伊表示一寡效果较好的年癌药物，健保敢若补助18至24个月，时间到就要自费还是停药。年癌朋友协会这几年为着要了解年癌末期患者的需求，有做深度访谈，嘛提出4大诉求，包括药物列入健保、含打造优先朋友的劳动环境等等。 今天提出来的是新药的加速纳保，感谢政府有听到我们的声音，但是我有不足的地方是它有一些的限制，然后去除就业的歧视，让我们的乳癌的姐妹们、病友们都能够回到原来的职场。 针对年癌末期药物的健保给付时间限制，卫福部表示，未来研议敢要延长时间。另外嘛指出，在清德总统上任以后，政府有编列癌症新药基金，针对年癌朋友协会呼吁爱扩大健保给付。卫福部表示，未来有可能会透过这项基金来处理。有些晚期的病人，发现说他治疗很有效。 可是健保当初设计的时候呢，限制到它有时间的限制，那希望能够说延长这个时间的限制，所以我们现在会继续来研究这件事情。另外，真侪癌症朋友定因为要请假治疗，伫咧工课场受到刁难，也是雇主无愿意聘用的问题。劳动部表示，因为规划员工协作方案，除了提供朋友心理支持，针对企业嘛有提供雇主雇用奖助津贴，各有工作津贴，也是就业奖励等等，希望互朋友伫咧治疗的过程，在工课场也通受到照顾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